第4集。今日講監督學習，呢個就係教 AI 做嘢嘅最基本方法。監督學習就好似老師教學生，你俾 AI 一堆有答案嘅數據，佢就學識點樣回答。舉個例，你想 AI 預測樓價，你俾佢過去10年嘅成交記錄，包括面積、位置、樓齡同埋售價，佢就會學識呢啲因素同樓價嘅關係。監督學習主要分2種，分類同回歸。分類就係判斷屬於邊個類別，例如呢封 email 係咪垃圾郵件。回歸就係預測一個數字，例如明天嘅溫度。常見嘅監督學習演算法有線性回歸、邏輯回歸、決策樹、支援向量機同埋隨機森林。每一種都有自己擅長嘅場景，但係監督學習有個大前提，你需要大量有標籤嘅數據。標籤就係答案，而人工標籤數據好貴好費時。下集我哋講無監督學習，冇答案點樣學？記住訂閱。